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咱像偷偷带团去菲律宾，不过咱两个无邦交，菲律宾是无正面的回应，咱外交部态度嘛真低调。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一间天主教的学校发生枪案，有2个囡仔死亡，犯人嘛行底路，那像是针对天主教的恐怖主义犯罪。屏东恒春有1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活动4股坪，今仔日先来徛冰糕，要招好兄弟来享用奖品，也祈求这活动会当顺利圆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田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这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是正式传领新的内阁，才会成员来出面，包含着历来上届少年的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佮有这经济部长是景明欣，卫福部长是由赵宗良来接任，司法部是林义敬升起来做部长，也佮有另外2位运动员嘛来加入内阁，一个就是咱的奥运金牌羽毛球的选手，要来做第1位。运动部长的李勇，也佮有前职棒球星陈义信是要来接任着这个原民会副主委。总统赖清德也表示讲，这届内阁改组是有重用少年人、重视专业，也佮有重视经验。行政院长杜英泰甲新任阁员拢出来，内阁改组的新队形正式公开。我会要求未来所有的内阁团队要加速行动，积极认识，要有感施政。而且要我本身做起，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回应给国人，在这段时间对整个执政团队所有的指教。希望执政团队用上紧的速度整顿，为强化府院协调，总统府副秘书长张俊涵接政院秘书长创史上上少年纪录。我都是直接切入主题，解决问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因为我相信，行动才是最好的证明。面对美国关税挑战，财经部会接受人选，由政院秘书长江明欣转任经济部长。经济部永远跟这些产业站在一起，我相信这一次我们跟中小微企业还有传统产业一定也可以度过挑战。政策的执行将仰赖国发会发挥跨部会横向协调以及绩效管考的角色。由处长升任数位部长林义敬，并希望替打造甲高科技产业有帮助。我们希望台湾的这些数位产业在帮我们解决各项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能赚到大钱，但是不要为我们制造出新的问题，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另外，有2位运动员入阁加做焦点，2届奥运羽球金牌李勇加做运动部第1任部长，暗个人无伫国内无来。有加入回到唱名会前职棒球星陈义信是这原民会副主委。第1次当公务人员，我现在说话是比较谨言慎行了。第1句话是为原住民找工作，为我们运动人员培养起来跨部位的合作。不过，在野党立委指出，这摆内阁改组16人，不过缺少亮点，批评敢若伫小部会内底大风吹。杜英泰回应政府已经尽力调整，希望各界核心团队一寡时间。总统赖清德也为2.0内阁使经济发展、民生、青年弱势优先的4大目标，希望未来施政更加接近民意。记者综合报道。有网络刊文会当看到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咱像是偷偷带团去到菲律宾参加活动。不过因为咱两个无邦交，这菲律宾是无正面来回应证实这件代志。咱外交部态度嘛是真低调，敢若讲是农业部带这台美企业去菲律宾探路草，要看这投资的环境。那学者是真乐观，伫咧看待目前咱台湾参菲律宾的关系正向发展。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那个部长现在是不是去菲律宾访问？访问到外交部长林佳龙敢当伫菲律宾出任务，处长吴志忠是笑甲真神秘，因为前一天回国一个创新园区的社群大门，内面看到林佳龙当带团伫当地参加活动，因为台菲并无邦交，引起外界讨论甲真热。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参议员大姊艾米马可斯，就讲这个访团真有争议性，反倒影响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I believe it's the presence of the rather controversial independent advocate, Lin Chia-lung, who accompanies the Taiwan delegation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called foreign minister. This is a business delegation. We have no direct knowledge
if this person is here. 菲律宾的外长刚才证实讲，有一个台湾的经贸考察团当地回国台访问，而要讨论一种政策议题。听证会顶悬是指出讲，回国无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但是强调两岸的议题按两岸的人民来解决。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否率团访问菲律宾？外交部目前没有评论。咱国的外交部嘛才强调表示讲，这团是农业部处长、国营协会长和美台农业协会做伙组成，去菲律宾考察投资和贸易环境，相信是对能够推进台菲经济走廊各项合作计划，落实台美做伙伫第三地开发的目标有帮助。台菲关系其实有很多面向，那不是只有经济上，在很多跟发展、跟社会，还有甚至广义的安全上，都有很多的合作。学者对台菲关系的发展态度是真正向。其实小马可斯上任以来，双边关系是愈来愈密。菲律宾今年4月是放宽台菲政府官员交流的限制，除了政府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外，菲国的官员都会当提一般护照访台，卖当接待台湾的经贸投资访团。另外，小马可斯伫8月初嘛捌表态，讲若台海爆发冲突，菲律宾无法度当作无伊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有民众伫咧社群平台铺文，讲因兜有一个早产的红婴仔，要对这台南生态病院转移去到新北南口的中间病院。大家讲，伫这路里这救护车若是切车道，有可能会害这囡仔插管散位去，所以呼吁大家若是赛车有拄着因，爱让因先行。这篇文章就伫咧网络引起大家关注，国道警察嘛是主动来斗三工护送，互这个囡仔会当顺利转移。国道警察车入夜一透早一个前一个后，帮助救护车来开道，因为车顶载小命小平安的早产查某红婴仔，对台南要转移到南口中间。这查某红婴仔是专程插管，而且车程需要3点钟。红婴仔的妈妈伫27伫社群平台请托，希望这个期间驶国道1号的驾驶会当让，防止救护车因为变换车道增加呼吸管落落去的风险。警方知影了主动协助。车有当下会较济啦，对不对？阿阮的管制一个。对，我只是想说提醒用路人呢，我没有想说要就是造成大家的困扰。对，不好意思。救护车9点外对台南生态病院出发，经过路口的时阵，对向车是主动停让，国道警察车嘛单鼻仔对咧后壁。国道顶悬，国道警分队的红色灰条马为了争取关键治疗司机，一路接咧替开路，路程缩短到2点钟40分，中到12点半进前查某红婴仔就到啊。本局考量上班时刻多处车流拥塞及行驶途中不必要的风险，由沿线各大队接力协助救护车。并于12时23分安全抵达林口长庚医院。宝宝已经顺利的抵达我们医院，那我们也将宝宝安顿好在我们的加护病房里面。根据了解，查某红婴仔是7月初3对家己代啉主治，转移到台南生态，后壁佫因为呼吸的问题，日夜早起佫一摆转移到南口的中间。家长发文感谢各界的关心，互转移的过程平安完成。中间这边表示讲，查某红婴仔入去加护病房了后，目前性命的定相拢真稳定，马上都会真苦和精神，甲红婴仔照顾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网甲一间幼稚园是逼出有老师会掟囡仔阿嬷棍，佮甲囡仔拍甲乌青，那像拢总有20个囡仔受害。家长讲要来讨这监视画面，说是去互这园方来威胁讲要甲囡仔退学，而且也指控教育局那像伫咧暗号这个幼稚园，互这个幼稚园会当继续来营业，而且这涉案的老师是继续伫咧相关的安亲班伫咧做老师。还半夜还会午夜梦回做噩梦，说老师不要打我，妈妈，我们为人父母的心真的非常痛。家长受到家己的囡仔伫幼稚园受到伤害，哭甲真大声，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囡仔叫老师扇嘴皮。发生代志是伫台北市万华区的一间幼稚园。今年3月初，有家长发现囡仔的身躯有侪位的乌青，囡仔投讲老师会甲伊拍，受到苦毒的囡仔有20几位。3月中，老师佮要求学校提供监视器的画面，佮说互学校威胁，讲要看监视器的画面，就需要退学。我们把这件事跟教育局说，教育局说无法可管，只能让我们寻求消保官的方式去走消费争议的这一块。
代志发生了后，台北市教育局回应讲，已经调查幼稚园拢总40个上课日，差不多是320点钟的监视器画面。针对违法的部分，专案拢总裁罚97万3500块，严格处分。第一时间保存工作记录器、影像等证据，并以最快速方式完成调查，认定李姓助理教保员不当对待幼儿行为属实。但是今年4月，阁互家长发现事后幼稚园阁甲监视器拆掉，一个苦读囡仔的老师离开幼稚园了后，阁去因幼稚园楼顶开的补习班做老师，家长就惊囡仔安全无法度受到保障。教育部回应讲，阁会请台北市进一步做处理。有关于台北市这个案件的部分，我们会先请了解台北市到底哪个部分是还没有做一个调查处理的，包括刚才的监视画面的一个部分，那哪些东西是还没有做裁处的？那另外就是对于已经被予消极管制的人员，为何还进到幼儿园来做一个从事教保服务的工作？这件事情也必须要请台北市做一个处理。教育部表示，未来会继续调查，也要求台北市政府积极去保障儿童的安全，莫让囡仔在无安全的环境大汉。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印度有一栋4层楼高的公寓是熊熊放起，造成15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咧当地27暗时啊。这公寓内底是有住户当伫咧办生日的 party， 所以这建筑要熊熊放起时阵，有真侪人拢受困伫咧内底。当地大动员来咧搜救，目前是已经确认到15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也佫有2个人下落不明。根据着初步调查，这栋公寓若像是有偷工减料的违建，警方也已经逮捕到这建商的人员，要来调查事故原因。继续来看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是有一间天主教的学校，才拄啊开学第3天就来发生枪案，有2个囡仔死亡，也佫有犯人家己嘛行地路。因为这个讲跨性别的犯人是有来发影片，伫咧批评宗教，佮呛讲要来台美国总统 Trump。这个 FBI 就认定讲，这是一桩针对着天主教的恐怖主义犯罪，也佫有受分犯案。学生家长向公公赶到现场找囡仔，也活条的人行甲紧甲亲人相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这间天主教学校，27举行弥撒时阵去拄到枪击，造成2个分别是8岁甲10岁囡仔死亡，17个人受伤。凶手尾仔伫教堂后边自杀死亡。When I heard it again, I just ran under the pew, and then I covered my head. My friend Victor saved me though, because he laid on top of me, but he got hit. 17个受伤的人包括3个老人，其他拢是6岁至15岁学生，无性命危险。警方讲凶手叫罗宾·韦斯曼，23岁，无前科，家己讲是跨性别者，伊所使用的步枪、线遮枪甲底枪拢合法购买。Shooting through the windows, he struck children and worshippers that were inside the building. The shooter was armed with a rifle, a shotgun, and a pistol. The sheer cruelty and cowardice 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伊设定犯案的时阵，同步伫 YouTube 发布一段宣言影片，即马已经互执法单位录落来。影片内容包括伊持有的枪、弹药，还有各种宗教、种族相关的辱骂文字，包括台川普甲重大枪击犯的名，还有一本手写的笔记，讲讨厌家己，加想要自杀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已经甲这件震惊全国的枪击事件，认定是针对天主教徒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甲受分犯罪。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白宫甲公家机关降半旗致哀，迄暗附近的居民也进行烛光酒暝，为死伤者祈福。路透社报道，这已经是今年全美国第146件中小学校园枪击案。校园安全甲枪害管制的老问题，又搁成做全国注意的焦点。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咱即摆囡仔人拢有手机啊，大家拢看甲真迷。昨昏这南韩就宣布讲，对明年3月开始，要来禁止学生囡仔伫学校使用手机啊、智慧手表啊，或者是平板等等。而咱国内其实对后个月开始，这中小学的囡仔若是有揸手机啊，嘛拢总爱交出来集中管理，袂使摕出来算。伫高中的部分是会当自由家己来调整管理的方式，包含着中国、欧洲真侪国家嘛拢伫咧推动这校园的手机啊禁令。其实早了上大新的是伫即个澳洲，对2004年就开始实施，而且也禁止这16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体，就是要防止囡仔的身心发展去受到这数位时代的不好的影响。
特别开学啊，学生囡仔伫课堂，大家手机啊一直耍的经常，为明年3月开始就会禁止。 반대 31인, 기권 17인으로서 초중등교육법 일부 개정 법률안 대안은 가결되었음을 선포합니다. 根据这个法，学生上课期间一律禁止使用智慧型手机啊、智慧手表啊、平板电脑，也甲笔记型电脑，这有通讯功能的智慧型装置。手机禁令是行的算甲会严，有愈来愈侪研究指出，手机啊算调的，这学生囡仔大脑发育、甲情绪成长歹处真侪。不过法案嘛有设置的例外情形，若是学生囡仔因为身心障碍，还是特殊教育需求，还是因为教育的目的紧急状况，经过校长甲教师同意，会当伫课堂内使用相关设备。南韩人口5100万，政府调查发现，2024年有1/4对手机啊先过头使用，10岁至19岁青少年比例加一倍，差不多43%，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南韩毋是头一个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手机啊管制的国家，芬兰甲法国已经有针对小学也是特定年级实施类似的措施。意大利、荷兰甲中国是将禁令扩大到各级学校。 上早实施青少年社群媒体限制的澳洲，这阵啊嘛进一步扩大相关的范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搁转来看国内，伫咧后礼拜六就是这中元节，屏东恒春有1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活动四姑坪是今仔日先来举办徛订果的仪式。公所表示讲，将这支26公尺悬的竹篙采起来了后，代表向这好兄弟来发出邀请，招因做伙来享用奖品，也祈求着今年的活动会当顺利圆满。高举起了。 吊车运有那将竹篙勾悬起来，准备要来进行徛订果仪式。这支竹篙总长26公尺，是主办单位真无简单去高雄山区找到，一路派交通管制再登来恒春的。2025年的恒春四姑坪活动，按算30日正式起果。主办单位2早起先来徛订果。公所表示，这个订果就亲像是基地台，也是贴吧同款。采起来了后，附近的好兄弟啊看到，就会知影这有穿好料的要款太紧。订果愈悬，呼叫的范围愈宽，祈求好兄弟啊必求今年的活动顺顺实施。我是从那里高雄来的，那马下，就那马下有。今年的四姑坪比赛，拢总有17队报名参加。公所讲，因为核三枪停放，和今年的活动补助金对原地250万减价剩50万。加在有关府甲侪单位的斗相挺，将这个差价补起来，或者对清朝流传甲当的活动会当闹闹热热办落去。尤其今年是恒春建成150周年，意义特别无同。把这个100年传承哦，继续延迟下去，然后呢，还是刚才讲的这个敬鬼神的意涵呢，包括在里面，然后祈求恒春所有的乡亲呢都能够平安。公所表示，四姑坪比赛是伫9月初6中元节正日迄天来办，不过对30日起，恒春遮有一系列的活动，欢迎民众到店来感受这个有1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文化。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兆阳屏东采访报道。讲台语当着时，即嘛是愈来愈多台语的绘本伫咧出版。最近也有推出一套台语亲子囡仔故的绘本，作者是利用台湾本土的动物来做主角，要互囡仔来了解咱台湾的动物。而且这套绘本是专门为这较大汉的囡仔来设计，帮助这个囡仔会当慢慢啊惯习看字做字。妈妈行去洞口影一个，讲也袂。日头搁伫山沟底比小吹。扫运动地当听到台语绘本，咱的厝边伫倒位的故事。这是张宝明和张玉文两位国校的台语老师所出的台语绘本，拢总有4本册，是以台湾的本土动物做主题，有包括拉里、长尾山牛、河流和台湾咖喱山顶的故事。阮咧出册时阵想讲要甲在地做结合，所以阮就有用在地动物，比如讲我这本就是迄个拉里。一本就是河流，宝明老师另外2本呢，有讲到迄个咖喱山，咖喱山有足侪动物的啊，佮另外一本是长尾山牛。两位老师讲，这4本册是要做互国校中高年级的学生看的叫牛册，字数会比绘本更较侪，拢总有1200字的台文字，希望透过故事帮助囡仔对看绘本过渡到读小说的过程，会当愈来愈顺势。阮这个定义这交流册是讲，伊就是要过渡去到专文字的册，这个交流册会比图册的字较侪，图较少，
安尼互较悬年级的囡仔来看。这系列的绘本嘛，特别邀请台基家庭的家长陈丽璇和美术老师王佑琪来画图。将系列的绘本团队拍算明年进前，搁推出来6本，希望未来通用伫台基课。记者李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真侪人去参观英国的剑桥大学，拢会去各船啊来欣赏这个美景。不过，即马这欧洲是当着热流气温愈来愈悬，那大家是热甲挡袂牢，也或者空河的水位是愈降愈低，影响着生态。当地环保组织就来积极募款，希望会当来修复歹去的水闸门，或者水位会当复原。提高游船欣赏英国剑桥大学的风景的时阵，游客说真罕见专程拢野雨伞。当地人讲，伫英国会当看到日头的时间其实无济，民众若是一看到日头，定定拢会较紧出来曝日。剑桥的热天平均上悬温是23度，上低温是12度。但是即马热映来啊，即天剑桥的上悬温是超过30度，熊熊温度升到遮尔悬，互民众是热甲挡袂牢。Staying hydrated is probably the main one. It is obviously a very hot day today. It's what, 35 degrees? Is that right? Yeah, it's just a case of not overheating too much. 只要是有够大胆，游客嘛会当家己来设一只平底船，家己来提高。只是滑台是比想的搁困难真侪，除了袂稳，有当时啊搁有水花，这时阵都有可能冰船，而且河面顶悬有可能有几百只平底船伫遐软来软去。船夫讲，因上大的挑战就是要避免因为新手上路造成的弄船的意外。或者拄讲煞，就伫咧经过数学桥的时阵，都无细日去弄着啊。另外，虽然讲规年趟天拢会当提高游船，但是有日头和无日头，生理是差真侪。It's quite low. It's like we still have the boats, so we probably have about 3 boats going out an hour, maybe. And then if it gets sunnier, we have up to 20 boats going out an hour. So it's quite a big increase. 虽然讲日头出现的时间变济啊，嘛互生理较好，但是够热、够无啥地落雨的天气，嘛对空河造成影响。北部的内海已经打起，白灵溪和其他的鸟仔类是直接徛伫咧遮尼露光满的浅水内面找物件咧食。The risks of the punting are that the cam would dry up, the water would drain away. If you think about it like a leaking bucket, if you don't plug the hole in the bucket, the level goes down, and eventually the level will go down so far that it will be no longer possible to float a vessel and carry on punting. 空河保育组织表示讲，目前是透过闸门的管制，和空河的水面会当维持伫咧同一个悬度，但是若无较紧，把所有的闸门拢修理好，伫咧气温愈来愈悬的状况之下，水位会慢慢降，更加提高游船会变做历史。另外，空河保育组织希望会当加传一寡修理闸门的经费，来确保后代的子孙嘛会当继续来提高。公视新闻新乐播的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阿珍，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